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睇《做咩㗎先》，我係小編，今日有我啊 Hubert 胡鴻鈞 ，Hello。我哋今日咧又玩翻估 key 仔啦，咁今日首歌會係行運行李嚟個 A 嘅選擇先。Okay，好。心一早遠飛，心一早登上夜半客機，心一早半死，心一早想過離場放棄，殘存美好憶記，放於行李，未告別你，讓愛轉移落腳地。咁你個 B。OK。心一早遠飛，心一早登上夜半客機，心一早半死，心一早想過離場放棄，殘存美好憶記，放於行李，未告別你，讓愛轉移落腳地。哇，好，咁將你哋嘅選擇就喺下邊投票啦。咁大家記得去聽 Herbert 嘅新歌《行運行李》。